國土安全部喺上個星期五宣布，將撤銷超過53萬名古巴、海地、尼加拉瓜同委內瑞拉移民嘅人道假釋計劃，令佢哋喺大約1個月之後可能面臨被遣返回國嘅風險。自2022年10月起，拜登政府啟動咗人道假釋計劃，容許呢4個國家每月最多3萬人來美國工作2年，到期後可以申請延期。截至今年1月22號，共有約53萬2千人通過呢個計劃進入美國。國土安全部解釋稱，假釋本質上係暫時嘅，單憑假釋並不能作為獲得任何移民身份嘅基本依據。國土安全部長 Kristi Noem 表示，呢啲移民將喺4月24號失去合法身份。呢個命令已經喺聯邦法院受到挑戰，部分美國公民同移民起訴特朗普政府終止人道假釋計劃，並要求恢復針對呢4個國家嘅假釋項目。委內瑞拉日前與美國達成協議，同意接收更多遣返移民航班。古巴一般每個月只接受1趟遣返航班，而尼加拉瓜則拒絕接收任何遣返航班。海地接受較多驅逐航班，但當地處於持續嘅動盪之中，亦會影響美國嘅遣返效率。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道。